高血壓，沉默嘅殺手。一，咩係高血壓？高血壓成日俾人叫沉默嘅殺手，因為初期完全冇明顯症狀，好多人都係身體檢查或者出現併發症之後，先發現中咗招。二，有咩症狀？血壓極高時，頭暈、頭痛，後尾枕或太陽穴脹住痛，尤其朝早。耳鳴，睇嘢模糊，心口翳住，心悸，成日攰，流鼻血。警告：如果突然頭痛得好犀利，作嘔，亂晒龍，抖唔到氣，可能係高血壓危象，要即刻睇醫生。三，長期唔處理有咩風險？高血壓會破壞全身血管同器官，心臟、心肌變厚，心衰竭，心臟病發；腦部、中風、認知下降、失智症；腎臟、腎衰竭，要洗腎；眼睛、眼底出血，可能失明；大血管、主動脈剝離，極高死亡率；腳血管阻塞，行路腳痛，嚴重要截肢。四，控制體重對血壓有冇幫助？非常有幫助，係最有效嘅非藥物降血壓方法之一。每減1公斤，上壓大約跌1 mmHg。減5%體重，例如80公斤減400公斤，上壓可跌20 mmHg，效果接近一粒降壓藥。最緊要睇兩個數字 ：BMI 理想18.5/24，腰圍重重要男士90厘米，女士80厘米，肚腩大最危險。配合做法：飲食淡口，多菜，少加工，特殊飲食。運動，每星期150分鐘快步行或游水。瞓得好，減壓。5. 總結：要定時量血壓，尤其有家族史或肥胖。唔好靠感覺，高血壓係靜雞破壞身體。減重係輔助，唔可以取代藥物。血壓仍高過1，只要你控制體重，食得健康，多做運動，就可以大大降低心血管風險，掌握返自己血壓嘅控制權。記得點讚、追蹤、分享俾朋友。想了解更多，歡迎 WhatsApp 我或瀏覽 YouTube 頻道。